新营太祖宫是全省服侍中大元帅太祖爷的宗庙，当地也因为太祖爷伫遮奠基，民众伫遮延伸步社，才有太祖宫的地名。每当旧历9月初9，中大元帅圣诞祭典，各地前来进香朝拜的人非常的多，锣鼓喧天，非常的热闹。百年延续到今仔日，依据庙方统计，单日进香团上济高达900团，过路神尊将近4000尊。太祖宫的管理组织，自民国54年9月，太祖宫进行会扩大组织为新营太祖宫太祖爷庙管理委员会，就以结合太祖宫庄自省的力量，唤起在信徒对太祖爷虔诚奉献的信仰力量，协助处理庙务以及为香客服务等事项。如今蔡公仪、何会、李元志等主任委员，现任王宪忠先生，自民国79年接任主任委员的职务。由于王主委亲庙远路，认真来带领太祖宫朝向宗教、文化、观光寺庙发展，奠定新营太祖宫伫宗教界的地位，所以受到信徒的拥戴，接种庙务到现在。太祖爷声威显赫，香火愈来愈旺，信徒真紧扩大到海内外，各地伫遮分灵的庙宇非常的多，远长有限的空间，无法度来接纳太济的香客以及朝拜活动的需求，所以依照太祖爷的指示，伫原庙后壁面来兴建新宫。遮尔啊大的建庙工程，伫民国70年正式动工，由何会先生来担任中建委员会主任委员。经过12年，伫民国81年完工，而且伫81年旧历12月初7，由主任委员王宪忠先生主持，举行盛大的人生科7条复国建成亲照大典。自迄个时阵开始，宗教活动规模是愈来愈大。除了原有的香客之外，更加有足侪的宗教、文化、学术、观光团体，将本地纳入因进行宗教文化建筑观光活动的主要胜地。